高雄市本地有24台防疫计程车，即马要阁招50台。运将的薪水，逐工会当提悬到5000块。为运将是有意愿，嘛有人烦恼讲会为着病。交通部表示会安排防疫计程车运将大乘注预防车，增加因的保护力。计程车载人客结束，规台车爱大消毒。防疫期间，高雄市有24台防疫计程车，专门载伫厝里隔离的民众。即马交通局想要阁招50台，逐工薪水对3500块提悬到5000块。即礼拜开始接受报名。一工是3500啦吼，啊，阮即马甲增加变5000吼，啊，遮个人吼咧使用就是讲，咱若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部分吼，伊若有迄个不是因症就医的。或者是裁剪的哈，还是要去迄个奔丧的吼，拢当使用这个防疫计程车。防疫升级，计程车生意真正足歹。运将讲，以前伫高雄车头排班，一工会当走1000外块，即马等规下晡走无2-3逝，生意6-7成。不过，这个运将对防疫计程车拢无啥意愿。无意愿，你在这我就无爱。就是无爱啊。就是无爱，会惊啦，敢是？哦，那个很麻烦哦，还要整车消毒。基本的司机，我们就是有一个护面罩，然后口罩、手套，然后我们的衣服。交通局表示，过去防疫计程车一工做8点钟，逐个月会当赚9万至10万块。除了基本的消毒，交通局嘛安排运将注预防车。虽然有运将表示无意愿，第一工嘛已经有10几人来报名。记者大家文华为做高雄报道。